来继续来到花莲光复乡的灾区，今仔日继续挖溪流边仔的爆花，希望赶紧找到失踪的民众。今仔日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，部落的自救会昨暝伫光复国小来举办着音乐会，安慰灾民，嘛感谢台湾各地头来帮咱的志工。包括着职业棒球美专两队的选手拿莫伊样，甲伊的姐姐艺人吴思爱，嘛做伙来献唱，陪伴灾民过中秋。手牵手演一个烟裤仔全场大合唱，花莲国父马太安的族人伫中秋大家活走近，用歌声予灾民甲志工力量。美专龙棒球选手那么一样，这回不是举巴达甲手套，是摕乐器甲因阿姊武思爱伫国父国小送温暖。中秋连假，真侪沙条超人入来光复乡，超人团结排一排，甲一桶搁一桶的土沙接出去，用家己的力量甲灾民斗3工，已经10外工啊，要是有6个人失联，消防甲国军展开地毯式搜救。今天的搜救重点其实就会在2个位置，首先就是在这一个正旺砂石场，因为黄姓妇人她失联的最后所在地点就是在砂石场这边，在今天锁定下游的位置，因为担心黄姓妇人可能当时会被大水往下冲。今日我们所有战力会集中在这个光复溪的防波堤，那我们就是把它假想成这是最后一道的防线，将近1/5%、20%的进度。今日我们有请特战单位支援48位到马鞍溪跟光复溪的汇流口步行去做一个扩大搜索。那是安尼，花莲消防嘛派一组人扩大到阿托莫部落参与敲吹，希望会使赶紧找到失踪的民众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